計下上年12月嚟過之後，我又嚟探我嘅老朋友 New Gundam 啦。大家有冇俾呢刻感動到呢？呢隻 New Gundam 93呢，就係位於博多拉拉坡嘅出邊嘅。咁而大家去開呢度呢，記得上埋4樓 Side F 裏邊呢，睇下一啲限量版嘅模型喎。而片尾呢，仲有一個彩蛋，教大家點樣呢可以影到現實與夢幻之中嘅合照啦，同呢個 New Gundam RX93。咁如果嚟呢度嘅師兄呢，絕對呢就建議你哋日頭到夜晚，因為呢日夜嘅景色呢非常之精彩。事隔幾個月，我又嚟Gundam Side F 啦。先探下兩個老朋友先，馬莎嘅莎薩比同埋阿寶嘅 New Gundam。事不宜遲啊，即刻入去拍下先。各代嘅莎薩比透明版 SD， 舊嘅 HG 同埋最新嘅呢隻透明版莎薩比。有得莎薩比又點少得佢呢兩部座駕呢？又一經典啊！Gundam Base 裏邊行自護系嘅朋友一定好掛住佢哋噶啦。夜恩啊 ，SDCS 嘅電鍍版同埋呢隻大隻嘅，應該係 ROE 嘅1:100版啦。由後邊望落去，莎薩比嘅細節咧冇得頂噶啦。呢度咧就有埲牆咧，就講解下呢部1:1嘅製作過程啦，完全記錄晒佢嘅細節嘅。RX93 New Gundam各部分嘅 pass， 對上次咧嚟咧我都冇特別去睇呢啲位嘅，咁我哋今次用另外一個角度去同大家分享下啦。門口呢個位咧就已經有晒馬莎之反擊嘅，淨係嚟睇呢啲模型啊，都夠晒啲Gundam擺。2set 系列啦，0079嘅 V 作戰計劃裏邊嘅一系列嘅紅渣綠渣都喺晒度，而最新嘅敗家仔系列咧，亦都有喺度喎。獨角獸啊！我個人咧就比較中意啲元祖味啲嘅New Gundam同莎薩比啦。咁呢個1:1細系列咧，亦都係我杯茶。呢隻擺喺門口嘅 New Gundam咧就無話可説啦，簡直係放大版嘅 RG。而呢度咧就有一系列介紹嘅海報啦，以前嗰個海報真係冇得頂。咦？呢個係 F91系列嘅喎，New Gundam 唔係 Wing Gundam嘅特別版。機動武鬥傳咯，比較新嘅一隻 HG 同埋 Wing Gundam。過翻嚟呢邊咧，亦都係一系列嘅吉姆。呢隻應該係 MG version 加嘅 New Gundam， 同埋 HG sorry 係 RG 嘅 New Gundam， 同埋隔離嗰隻咧就係 SD 比例嘅 New Gundam。主角啊，福岡版嘅 New Gundam RX93嘅 RG 透明版 HG 同埋實。而呢隻我第一次見實物喎，特殊塗裝版嘅 New Gundam。佢呢個應該係精神感應系統打開咗之後嘅狀態。呢兩個宿命之對決就唔使講啦，馬莎同阿寶。好，事不宜遲，睇埋呢度咧就入去同大家睇模型啦。咦，又有呢個喎！我對上2抽出咗 RX78同埋雷射大炮，今次點都要抽翻2-3包。呢度有個大集會嘅展示架。好，由於上次咧主要睇模型展示，今次就同大家睇下啲模型啦。呢個特別版你話買唔買好咧？哇！呢隻不得了，超合金，小弟都係第一次睇到實物，非常靚仔。呢度有晒 RX78 生日嘅各個鎖匙牌啦，仲有一系列嘅 R 雲。
今次啲衫好齊喎，要唔要買翻件先咧？國內嘅食玩高達杯啊，高達迷啊，不能錯過噶啦！好，過嚟睇翻模型呢邊先。其實都好齊喎，雙翼嘅撩根揼都有得賣。哇，好正！呢度有個爆咗甲嘅 SD 比例撩根揼，好過癮。其實呢，今次我去睇現場嘅模型呢，又唔係話講得話咁沙漠喎，即係我見到好多特別版嘅模型呢，佢都有 show 到出嚟，而家貨源都非常之充足嘅。咁啊，好似呢一隻馬沙之反擊裏邊撩根揼推翻嚿隕石上太空噶啦。咁而好多嘅特別版嘅模型呢，都貨源非常之充足。咁可能佢一時時咧，咁可能你嚟到嘅時候見到佢咁啱好多貨賣晒。咁而呢一度咧就係我最近咧非常之注意到嘅一種微縮嘅塗裝啦。咁咧呢啲咧就非常之考手遊嘅技術嘅。咁小弟最近咧亦都研究緊手遊，咁遲啲咧亦都可能會 post 下嘅。咁嗱呢一個咧就對於一啲中意舊模嘅師兄咧一定好有興趣啦。歷代嘅細比例嘅舊模，咁咧要製作得靚咧，非常之有技巧嘅。而呢一度咧，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高達模型嘅展示啊，超合金嘅展示。咁咧，基本上中意高達模型嘅師兄咧，呢度咧絕對夠你玩足一日啦。嗱，呢部咧就係1:60嘅 New Gundam啦。咁咧，現場睇實物咧係真係好型仔嘅。夜晚咧就係一個絕對唔能夠錯過嘅地方啦。夜晚着晒燈嘅 New Gundam 93咧，真係型到一個點啊，核爆點啊！好啦，彩蛋嚟啦，經過門口咧，高達面向嘅方向，咁咧見到個巴士站，過埋條馬路咧有個路牌嘅，跟住個路牌入去咧就可以嚟到而家呢段片嘅位置啦，咁咧就可以影出現實與高達一齊嘅效果啦。最後咧就係睇下今次我嘅戰利品啦，有模型啊、限定嘅精品同埋一啲 T 恤嚟。雖然咧 size F 冇得退稅，但係咧我都忍唔住手買咗好多。想睇完整開箱嘅師兄咧，記得喺下邊留言啦，多謝晒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我係特別 Hobby。